近期河景單位大熱啊，因為柏傲莊咧賣得非常之好。咁我想帶你睇埋同樣都係河景單位嘅呢一度，都係地鐵站上蓋嘅津岸8號啦。先睇一睇津岸8號嘅靚仔外形先，佢就有4座嘅2012年嘅樓盤，981伙，都係非常大型嘅屋苑嚟嘅。津岸8號呢一度咧，作為一個地鐵盤咧，佢係見到呢度有個地鐵口直接接駁住呢個屋苑嘅，就可以喺度直接拍卡就入翻嚟㗎啦。呢個屋苑同大圍站柏傲莊一樣，都係新世界呢個發展商嘅，咁亦都係由港鐵公司去管理，因為佢都係屬於地鐵站物業。咁呢個屋苑係位於車公廟站，咁佢同大圍站只係一站之隔嘅啫。同大圍嘅柏傲莊有啲咩唔同呢？就係呢一度比起大圍站嘅柏傲莊少咗個商場，但係呢一度同柏傲莊又非常之近嘅喎，你係可以行到去大圍嘅柏傲莊商場，亦即係話其實呢一度咧對比柏傲莊嚟講更加清靜，但係一樣有地鐵站嘅優勢。呢一間935尺嘅河景單位，先望望個河景啦。咁你見到呢個河景咧，同柏傲莊一樣，直望河景嘅。非常之靚嘅景觀嚇，跟住睇翻屋裏面，呢一度咧係佢嘅客飯廳啦，咁啊非常之闊落嘅。你見到個門咧都氣派啲嘅，出邊咧係一梯3伙格局。我哋由大門再望翻出去睇下個客飯廳，落地大玻璃窗，開門就望住個靚景。睇過個客飯廳，我又同你講下個格局啦。呢一邊咧係廚房，再加工人套房。呢一邊嘅走廊咧就3間睡房，有主人套房嘅。咁啊，先睇咗呢一個廚房先。嗱，廚房呢一度見到咧係一個長形嘅開積啦，兩邊都係工作台，咁做嘢就方便啲啦。跟住嗰邊都係一個露台嘅，一樣可以喺廚房煮飯，都係望到靚景嘅。咁出邊多一個工作平台，就可以擺下拖把嗰啲。睇翻屋裡面啦，呢一邊咧佢而家冇做工人房，就做咗雜物房，咁啊攞嚟擺下雜物咁樣。裡面咧亦都係擺雜物嘅啫，不過如果你有工人咧，你買翻嚟之後就可以做翻工人套啦。跟住我哋就去睇一睇房。呢一度係客人廁所啦，咁係做企缸嘅。跟住睇2間睡房細嘅先。啲細房嘅格局其實做得幾好嘅，因為呢一邊咧佢係利用咗個窗台位啦，都擺咗啲雜物，跟住擺床。呢一邊就擺衣櫃，中間仲有個台，咁啊空間咧利用得非常之好啊！嗱，柏傲莊咧啲3房，老實講，大家望咁上下景咧，佢價錢就同佢爭一大橛嘅。咁如果你覺得呢一邊係靜啲、舒服啲嘅，你亦都可以選擇呢一邊。咁而家呢一間咧亦都係有樓梯啦，有鎖匙啦，就唔使估嘅，唔使搶。不過就唔係全新樓齡。同埋我自己覺得，其實柏傲莊咧同呢一度比，你都係睇性價比嘅啫。有人就中意柏傲莊下邊商場，咁就夠繁榮；有人亦都覺得住喺呢一邊會更加靜。同埋我見到呢一度咧，佢個物業管理都非常之好嘅，基本上個座頭係認得每一位住客嘅，亦即係證明啲住客住喺度係好少搬屋嘅，因為住得舒服啊嘛。嗱，睇下個景觀，呢一度主人房見到嘅景觀就都好清楚，係成個河景、成個沙田廣場、成個沙田公園同埋河景，你都可以見到嘅。主人房嗰度咧，其實有個位係做衣帽間嘅，咁啊業主亦都擺咗2個大櫃，收納空間非常夠。主人房亦都做到3邊落床啦。咁我哋會再睇多間2房單位，俾你2房3房對比下嘅。而家呢一間咧係一間509尺嘅2房單位嚟嘅，2房單位入門版嚟嘅。我哋睇一睇呢一個509尺嘅2房單位，個積咧幾好嘅，因為佢嗱景觀方面呢一度有個露台，出邊望遠處係山景嚟嘅，景觀都 OK。因為而家呢個層數都中層，
開揚，唔係低層。咁啊，睇一睇個積啦，因為呢一種係緊廚咧，兩房緊廚就好多人中意嘅，發展商嘅交樓標準積嚟嘅。同埋呢一隻係做雙露台，呢出邊仲有一個露台，跟住對面咧就有兩。繼續嚟睇下啲房啦。喺房方面咧，呢間係主人房嚟嘅。首先入嚟睇下呢一間啦，呢一間佢有個露台，唔好意思，呢一個佢有個窗台，窗台呢一度依然都係同客廳係同一個景觀嘅。咁啊個房嘅大細你可以喺呢一度望下佢小走廊，跟住就有間房，呢個方方正正嘅。呢一間細房細少少嘅，個景觀咧其實都係望同一個位，不過咧就因為呢一度細少少，個窗台亦都細少少，咁喺呢一度再望一望個細房啦。跟住就睇下個浴室啦。嗱，浴室呢一度咧係做企缸嘅，咁成間屋咧都方正實用啦，同埋因為呢度都係站上蓋盤，非常受歡迎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